啊，讲这湿冷的天气会来提高得癌症的几率，这是美国宾州一间大学上新的研究。另外，国内第二阶段流感的预防针开始注入。美国疾管署的分析讲，大颗人注预防针效果较差。啊，这个国内医生嘛讲，大颗人若得到流感，较会引发到重症。所以大颗人除了爱注意体重，更加爱去做预防针，才会当加一分的保障。等于真侪老人拢排队等要注流感疫苗，台北市第2阶段公费流感开始注。加上今年注射时间有较晚，大家拢咧抢注，但是美国的疾管署对这肥胖的人提出警告：体重若是过重的人咧，注疫苗效果比一般人较歹。虽然国内无相关的研究，不过医师指出，肥胖者感染流感致死率确实会较高。它产生一些并发症跟死亡率的那个比例是比较高的。那理论上有打的话，其实免疫力有提升的话，都会有保护的效果。BMI 超过30的人，拢是流感死亡高风险族群，但是疾管署建议也是爱做。另外，除了肥胖，湿冷天气嘛影响身体健康。美国宾州史彻斯特大学团队加美国气候分区分析癌症发生的原因，推断落雨或者土壤变酸释出亚硝酸，和空气充满着致癌物，搁再加上欠缺日头，会造成人体维他命 D 的不足，较容易得到癌症。但是国内医师并无认同。所以不是说我今天天气冷我就得了癌症，不是的，是几十年的因素，所以跟湿冷的天气没有关系。虽然国内医师有无同的意见，不过医师嘛表示讲，台湾的寒天较湿冷，对着慢性病人是一大威胁，容易引起心血管疾病，也是免去轻忽大意的。